大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晚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厝边隔壁大家好的朋友，恁好，我是恁的好朋友喜团，感谢主，今日真欢喜喜团来到台北三重埔义中教会，要来采访咱的陈信仪执事，咱请信仪执事向咱空中的听众朋友请安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吼，嘛感谢执事接受喜团的这个采访吼。伫执事做负责人的真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相信拢有真侪神美好的这个带领甲恩典吼。是，会当请执事来见证到伫你服侍的过程当中，互你感觉特别深刻的一寡见证无？好，会使吼。我即马来见证我头一遍做负责人的时阵，迄是算菜鸟的时阵啦，代志发生伫个民国85年迄个时阵我是满25岁，咱真耶稣教会的规定是讲爱满25岁才会当做负责人因为小弟迄年拄啊满25岁。教会拄好欠人所以就国不理中选小弟来做这个财务负责人安尼啦。感谢主啦！教会主要有这个设计有这个规定，就是讲嘛，希望咱伫教会服侍的这个人会当较有经验并且个性较稳定的时阵才来服侍。安尼对个人对教会拢有双方面的这个造就啦。所以当时即使你被选做负责人的时阵，用讲是做上少年的因为规定是25岁嘛是。当时是啥物款的负责人？迄阵是做这个财务的负责人。当时是教会当中有发生啥物代志，互你会当体会到神的这个同在吗？感谢主。伫个小弟咧做财务负责人的时阵，伫个小弟接的进前啦，迄阵阮义中教会就一直真积极要来寻找新的会堂，因为旧的会堂是伫个巷仔内，所以足侪人要来教会，要来聚会，常常拢找无啦，所以找到位有当仔拢聚会煞咯。甚至有领会的人要来教会领会，哇！踅几把步踅无，我袂赴人领会安尼，所以造成足大的困扰，所以大家拢咧找讲，快当找到一个较大路边的教会方便大家来聚会安尼啦。感谢主，这嘛是咱义中教会兄弟姊妹爱主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拢是大部分拢为南部。就是咱即马所讲的北漂族对南部徛咧北部拍拼其实有时阵拢三顿拢过三顿拢真困难啦但是为着信仰的缘故兄弟姊妹佫愿意安尼同心合意，要来找一个佫较好诶，这个敬拜神的所在来敬拜主来做一个真好的场所互大家直接有属灵的这个喜乐讲起来，这嘛是义中教会听主的一个爱心但是当时的这个厝价虽然无即马遮悬，但是嘛拢是咱兄弟姊妹毋是讲凊彩一个人就会当来处理的一项代志，大家一定爱同心合意来处理是
迄阵的厝价，那小弟会记咧是一般若无电梯啦吼，厝价一般一平吼，差不多是10万，差不多10万至13万遐啦。当然85年的这个历史背景啦吼，咱即摆现在总若听到即书讲的这吼，就用讲是非常低的这个地价啦吼，即摆动不动就上50-60吼，这是做常见的情形。伊当作一平较10几万尔吼，这来讲实在是对即摆来看是真俗，但是对当时来讲，原来是无算低哦吼。是。所以讲，大家都真为着即个代志咧拍拼祈祷，嘛找了几啊年，所以一直到小弟就任85年迄个时阵，我会记得差不多每个月拢去咧看即个电梯的大楼，看了，当然拢感觉讲空间拢无够大啦吼，就安尼一间看过一间，一间看过一间，后来看到伫个三重分局的正后面啊，有起一栋12楼的大楼，拄好伊的十一楼甲12楼，十一楼有80平的空间，12楼嘛有80平的空间，所以大概加起来是160平的空间。安尼讲起来会当适合咱教会来使用哦。嘿，所以迄阵大家拢感觉，这应该是神要赐互阮的。以后要倒啊，这聚会的一个场所所以咱教会有即个建筑委员会所以伫个建筑委员会就来开会开会了后，大家拢真满意搁摕来信徒会议信者嘛感觉即个所在嘛真满意所以就信者即个信徒会议嘛通过所以后来就决定要来买即个所在因为信徒会议授权的金额是伫个3000万啦所以阮拢找3000万左右的拄好因开价拄好是3000万所以感觉敢若真正是足适合阮的啦，敢若为阮即个量身定做的所以大家拢真欢喜，准备要来买即间的来做咱的会堂照头拄所讲的安尼过程，安尼应该是真适合的一个场所嘛有即个电梯，虽然伫11楼、12楼，但是有电梯的话，不管是几楼，电梯一坐一椅一次就够啊安尼讲起来，原来是真方便的。刷来去咧刷来去。过来因为小弟是财务嘛信徒会议拢通过啊嘛所以小弟就爱准备要来交即个定金互对方所以就甲伊约好一天再去小弟去领即个定金领好用迄个牛皮纸袋它包起来放喺即个拖底对方过来的人拢来安尼坐好大家开讲开讲开讲煞了要正式进入即个要摕定金要互伊啦当阵即书你的定金是超过偌济钱？我会记敢若几十万，敢若30万啊偌济，我印象是敢若差不多咧遐啦。安尼嘛是真大的一个数目是30万安尼是。所以3000万、30万，安尼1%啦，然后1%的定金安尼啦，对，请即次继续。所以讲，即个定金就爱放在拖底嘛，大家开讲一段期间嘛，因为无可能讲一来就拢开始办正事，就大家开讲安尼开讲甲迄个气氛袂歹的时阵，准备要来交即个定金，这个时阵就一通电话敲来咯，是咱儿童教会的信者。是陈梦恩弟兄，伊拄好伫个新北大道遮，较早叫做中山路啦，即嘛叫做新北大道。伊拄好咧新北大道一段遮咧开铁工场，伊的铁工场的隔壁有两栋的透天厝啦，算店面的透天厝要卖安尼后来去了解才知影讲是兴隆公司的伊的仓库。内底拢放足侪因的产品安尼因为伊后来要迁徙去别个所在所以伊即两栋都要来卖掉安尼但是因的开价是3400万安尼甲信徒会议所决议的佫差400万对差400万是
刷落去咧。小弟就问伊讲即个空间有偌大？伊讲吼，即个一层差不多30平吼，2间就60平啊嘛。包括甲5楼佫有加起，所以使用吼差不多有300平啦。是安尼都陷入很两难的这个抉择啊。是啊，是所以小弟听到即个消息了后啊，全大主大意啦，会使讲大主大意啦全无将即个钱摕出来，全甲对方讲歹势他拄啊教会的人敲电话来阮内部也有一寡意见阮可能爱去讨论一下。算缓兵之计小甲演一下安尼就对啊。是毕竟定金还袂出去，所以还阁会当好讲的时阵啦。是，所以这时间点我若做特别的对，有影做特别的。是所以讲小弟就安尼向对方来讲讲无阮内部讨论煞了，我才来约时间来交即个定金今日真正做歹势安尼所以因就后来就转去咯。是小弟全喺转来教会来向所有负责人甲咱的建筑委员会来汇报结果真趣味呢我向骂甲臭头呢。安怎讲是安怎结束的？骂甲臭头因为小弟迄阵才20外岁，慢慢做过负责人，毋知影讲即个信徒会议嘛通过，建筑委员会嘛通过，我哪会使大主大意讲无爱就无爱，所以讲我就向骂讲你是执行单位呢，你执行单位你哪有权利通好决定讲你无要交即个定金互人，所以我就安尼。耳仔懵咧，就只好才个转去安尼啦。所以就搁用另外一届时间，搁要来交这个定金。是所以搁用差不多两工以后，搁要来交这个定金啦共款钱拢领好啊嘛，都还袂摕转去银行。即一工共款的情形因遐人搁真欢喜，搁入来阮就讲迄工即个电话敲入来即个有一寡技术性的问题爱解决啦所以讲真正歹势今日佮约恁来走一逝来交即个定金啦但是佮大家开讲的煞准备要摕钱出来的时阵足奇妙的代志佮发生咯。什么奇妙的代志佮发生啊？就是电话佮响咯啦。佮卡来啊！哪遐熬算时间嘞？安尼会遮熬啦！电话卡来共款是咱即个陈梦恩弟兄卡来伊讲伊知影因即个兴隆公司的董事长，伊是长老教的，爸是信耶稣的，所以拢共款是基督徒。爱听讲咱教会是要来做会堂使用，伊感觉讲安尼做有意义的，所以3300万伊要奉献100万，所以咱只要3300万互伊就好啊，安尼小弟心内想讲差300万尔，加140倍，较5万爱买这。所以小弟全钱搁来手藏咧，无爱摕出来互伊安尼。所以搁甲动起来安尼就对吧？所以即组人毋着安尼两届了嘛，感觉安尼，这单身生哪会安尼讲话，哪会安尼反起反倒安尼，伊感觉做特别的安尼。是啊，所以伊嘛感觉讲，因为我嘛是安尼甲讲啦，讲他拄仔迄电话来电话中算叫我搁搁等下有一寡代志爱搁解决一下才来交即个定金安尼啦。所以我嘛是安尼真和缓的向对方来说明莫互因讲想讲咱敢若咧啦创治安尼是，互人感受较无好是结果小弟就转来教会找教会的负责人参详因为圣经内面拢教导咱讲咱爱测验神的旨意嘛小弟心内咧想，哪有遮尔拄啊好的代志，拢咧交钱的时阵拢卡来。是啊，而且毋是一摆是两摆。本来是差400万，即摆变差300万。数落去，搁为这个160倍使用到300倍。所以各方面的这个条件来看，其实是有需要顶头来做一寡评估是。后来这个负责人嘛毋敢做决定啊，
所以小弟就其他两个负责人讲，无迄个时阵团队拄好注目咱立中甲新庄团队迄工咧新庄，无咱来新庄找团队参详好无？因为咱总是新，互咱拄着即个代志，咱总是爱看是毋是要做一个决定，还是搁重新做一个考虑安尼。所以就爱去找团队参详，当然团队听了后，伊嘛感觉讲，安尼无甚至搁来做一届的选择安尼，嘛来了解讲，即间2栋的厝，原来伊内底都做一个货推啦，本来都电推伫内面啊，对，是。所以教会若要买，将即个货推甲改做电推，足方便的啊，咱嘛有电推啊，现成的嘛，本来就现成的所在啊。对，所以讲负责人甲团队讨论煞了后，全个搁经过即个建筑委员会，了后才来开信徒会议，重新来说明即2边，倒一边安尼，咱要买倒一边对咱较有利安尼啦，伫个咱选择要开会的即个时间，即个中间啦，我嘛有去甲即个财理楼，因买楼骹的即个即个厝主准备要住咧内底的厝主甲因沟通，讲阮教会若买伫个1楼、12楼安尼咱大家以后做厝边安尼敢好安尼其实因大家的反应拢无讲做好的因讲恁安尼以后恁安尼电梯拢恁教会的人安尼坐来坐去电梯安尼使用率足悬的呢人足复杂的，我哪知影啥物人是恁教会，啥物人毋是恁教会所以因对教会要设立迄个所在嘛拢无啥欢迎安尼啦，因为感觉因的生活会受到搅扰，对，并且出入的这安全性嘛，较无遐尔悬，是，所以难免有一寡挂路啦，是，所以安尼2边安尼继续落去评估，相信有新美好的这个带领是，后来伫个信徒会议内面2边好处甲歹处这边的好处甲歹处，咱拢充分的讨论，讨论煞了后因为咱要翻案是爱2/3所以迄个时阵投票大家真慎重，大家跪来祈祷求主来显明伊的旨意伫个讨论煞祈祷煞了当然迄个选票无迄摆是用野手的结果讲若要决定新的这个所在野手感谢主结果大多数拢要来这个新的这个所在都是咱即马现主是咱即马教会咧聚会这个所在安尼。感谢主这个见证戏团咱咧听到会感觉愈深刻的这个感觉啦。民国85年，至今113年，超28当前，28当前，迄个决定，或者伫当时看袂出来讲，迄个差别有偌大但是即马咱若甲数来28当后，就是今日来看，当时的这个选择真正是神美妙的这个带领。假使准当时咱决定伫迄11楼、12楼使用这160平，我相信连面都无够用因为咱义中地区、三滨埔地区，这算成长型的这个地区所以真侪这个青年一寡家庭会为南部搬起来所以咱的人数就不断一直成长所以准搁伫这个160平的这个所在聚会，连面都搁爱刷位咱即马现今伫这个所在咱有300平通好来使用咱使用起来嘛感觉非常的舒适咱嘛有咱家己的这个自主性较袂受到别人的这个影响咱停车嘛有咱停车的固定的一寡停车位会当来使用所以为即马安尼来看当时的这个情形真正是神美好的这个带领嘛，因为兄弟姊妹愿意来祈祷，又搁将这个代志放伫主耶稣的这个手中来测验主耶稣的旨意所以咱教会是咱众人都所决的毋是讲一个人讲就准绳安尼，所以要将这个案甲翻案的话绝对是爱2/3来开会的人2/3的这个同意才会当过感谢主啦，嘛是圣灵的运行甲带领，互大家同心合意请这次过来补充一下感谢主伫个这个事件互小弟有一个感想啦就是讲
因为我迄阵是一个咱讲菜鸟啦吼，对教会的体制嘛，毋是讲真清楚所以讲为什么神会选择伫我的身上来完成这件代志，我是感觉有神美好的旨意啦假使我是已经做过2-3年，对教会的体制拢真清楚我是绝对无可能会大主大意就去甲挡掉啦，因为我知影教会的体制是袂使安尼啦所以神嘛利用讲小弟安尼戆拄哪会遐好胆去甲挡掉安尼嘛敢承受讲去用骂甲臭头的这种情形啦到尾来成就这个代志，我感觉讲这是神愿意使用小弟来完成这件代志，我小弟会感觉讲真感谢主互小弟有真大的体会安尼。感谢主信义这事嘛真客气，嘛会当看出一切拢出于神，一切荣耀拢爱归乎神。嘛是因为神拢知影一切所以知影咱的现在嘛，知影咱的过去，更加知影咱的未来，所以咱顺服神、顺探神的旨意，将一切交伫神的手中，神就来完成所以这是真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各位伫空中的听众朋友，咱听了信义即事的这个见证，互咱更加会当来认捌咱天顶这位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伊是掌管一切过来咱请即事继续来见证伊伫生活当中的一寡恩典。好，继续我来见证会使讲是神伫暗中来保护我，会当避免一场真大的车祸啦。这是安怎讲呢？是安怎讲是神安尼带领，互咱会当避免呢？这讲起来真正是非常的奇妙是。伫个民国105年迄阵几月我已经袂记啊。小弟规家阮兜4个人嘛加上阮的姨仔甲伊的囡仔所以总共6个。阮有报要去北京要去佚佗5天安尼所以大家拢要佚佗进前拢大家拢准备甲做好势前一暗嘛拢困甲哇，这个心情真好啦困饱饱准备过顿工要出发要去佚佗当然咯，要佚佗大家拢嘛一定做欢喜的是所以早起来大家安尼准备准备好了大家做伙祈祷祈祷求主耶稣带领，互阮自头到转来拢会当非常的顺利感谢主，阮祈祷煞阮就出门咯了后阮就驶小弟的这个我这台车虽然是5人坐的但是后壁还有1排椅所以会当坐到8个所以阮是6个人，所以阮就坐一台车要驶去这个桃园的机场将车放伫遐阮才去坐飞机去北京安尼所以是算直飞直飞北京，无搁转免到香港，免到这个韩国汉城，直接就直到北京去对安尼真舒适所以讲迄天阮就带着真轻松真欢喜的心情就驶车出门咯结果因为阮兜的这个地点要去到这个大马路有经过几个巷啦所以经过这个其中一个邮局邮局甲三重的市公所边这个巷的时阵，拄好拄到一个红青灯啦这个红青灯拄好是红灯啦阮就来停伫遐等这个时阵才听到这个救护车的声音啦但是这声音毋是讲真响亮所以完全无法度判断讲到底伊这个是我伫我的后壁，是伫我的头前，还是我的倒边，还是我的正边安尼啦所以我心内想讲这救护车毋知是对倒来的呢嘛无法度过收咧差不多几十秒咱这个红灯变青灯嘛青灯咱都爱行嘛
因为这声嗡音嗡音的声无讲介大声，我小弟就爱赛车就爱油门打落，就爱开始要过这个红绿灯安尼。赛到一半的时阵，雄雄我听到这个嗡音嗡音的声，哪会遮大声？就爱对边啊安尼速度足急的，就爱对我头前头冲过，我赶紧打档啊，紧打落，规台车的人拢踹一个，拢大家拢哈哩累安尼，大家惊一个安尼啊，这就是要出发的时阵，去拄着这个救护车互阮真正是大家着一惊安尼啦。因为大家本来拢准备做快乐的心情，要出国要旅游啊，雄雄拄着这个救护车的这个事件我相信大家真正拢会着一惊所以阮心内真正大家拢安尼踹一个，所以过来了后即摆驶出去了后搁倒挖搁一个巷啊我嘛拢做细腻的，即摆倒挖了后，就是一个重阳路，咱三林埔足大条的足大条路结果过去了后，重阳路过了后，拄好一个红绿灯，迄红绿灯拄好是明治国中明治国中迄个足大的红绿灯迄阵遐还有天桥伫个即阵天桥已经拆掉啊，迄阵迄个天橋伫个所以咱看袂到倒边，看袂到正边，拢去互天橋挡掉的啦结果这个时阵我驶到遐拄好是绿灯所以我应该是我就直接驶过倒啊嘛一般平常时我嘛拢直接驶过啊。咱看到车顶咱就经过啊。是啊但是真奇妙就是讲，我头拄啊拄着迄个救护车向冲出来，我头拄啊我心内咧想，万一即摆若有一台车冲出来，我毋就去弄着平常时我经过迄个12路口，从来毋捌市顶毋捌打档啊的，从来嘛直直过，也毋捌打档啊的因为经过头拄啊迄个事件我想讲无咱打一下档啊小看者，结果档啊一打落经过差不多3秒，真正倒边一台迄个轿车，速度有够紧的啦！你咻一个，超一秒钟就对我的头前安尼闪过就无去啊！安尼听起来感觉足恐怖的咧。所以讲，我毋知影讲，竟然有人会弄红灯，而且迄个速度遐尼紧啊！我这时阵我心内才知影讲，哎哟，感谢主若毋是较早头拄啊迄个救护车的事件我早就直直驶去。我看我若直直驶去，伊拄啊遐尼紧弄咧，我看毋知去互弄甲变安怎。所以毋是去北京阵啊，你弄落去就是去北医啊。所以直接爱选去北医啊。所以这新的这个锻炼实在真奇妙是。所以感谢主就是安尼阮就沿路拢非常的小心，就去到机场去北京佚佗，转来甲厝安尼，是，所以整个的过程内面嘛，互咱看到神要赏赐互咱意外的这个平安，所以神透过第一个事件的这个提醒，伫这个都市内面，这个救护车的声音，因为有建筑物的缘故，所以互咱做歹判断，伊是伫咱的正头前，还是正后壁边，还是倒手边，还是正手边所以只会当安尼爱凡事爱细记安尼嘛，因为咱有打档所以互救护车安尼顺利过，无发生车祸。到后一个路口的时阵，竟然拄到一个这冲红灯的人咱因为有头前的这个经验，所以互咱讲安尼咱可能档嘛小打一下过来看较详细，较来行，这嘛真违反着咱平常开车的这个习惯。是啊，好，过来，这事敢有要补充？感谢主伫这件代志小弟真正是体会讲神对小弟的保守啦。因为若毋是神这种的提醒真正这场的车祸一定无法度避免所以神伫个暗中拢咧保护咱啦所以咱圣经内面甲咱讲神拢会派伊的使者咧咱的四边边咧安营咧甲咱搭救所以这拢是真的所以咱信耶稣真正是有福气有平安咱信的这个神真正是真神啦这是咱听众朋友咱若认捌这个神咱会当得到足大的福气安尼。
感谢主，嘛感谢即师即个美好的见证。过来嘛，请即师来继续见证伫伊生命当中是听讲有一个真重大的见证，会当含咱空中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咱请即师来做见证。好。我即摆过来见证最近的代志啦这是发生伫108年的11月初4若是这件代志若毋是神来救我我今日无法度伫遮来甲大家来空中来会面啦所以讲伫108年11月初4中昼11点半左右我永远拢会记的这个时间伫迄个时阵11点半，因为差不多要晚12点咯阮妈妈嘛传好迄个中昼顿嘛，已经差不多传好等一个11点半，阮坐咧客厅参妈妈咧开讲安尼，哪开讲，安尼看到即个咱的顶头安尼小可有雾安尼啦哪有迄个雾走出来，我就感觉奇怪哪有雾走出来到底这雾是倒掠来的啦所以我就讲妈妈你伫厝诶，我来外口看卖咧结果小弟转去到即个，因为阮即个大楼伊诶基地真宽伊一栋内底有7户一户拢差不多40外平所以伊诶走道是一个长高型诶啦中有一个电梯电梯诶双边一边是一般人咧行诶楼梯另外一边是安全梯，就是门拢关掉的就是咱若发生代志的时阵，拢对迄安全梯落去安尼所以小弟全出去看卖看到底是有啥物代志发生，结果出去了才看到讲对4楼遐有即个白烟一直冲起来安尼啦所以我全看到即个情形的时阵我全紧转来甲爸爸妈妈讲而且我要起来的时阵。即个阮兜对面，阮妈妈厝的对面因一对翁仔某赶紧撞出来，讲楼骹失火咱也紧落伊嘛走落即师恁是住几楼？4楼迄个已经火灾嘛恁是住几楼？其实火灾毋是咧4楼，迄是后来才知影讲火灾伫3楼阮是住伫5楼。火灾发生伫3楼，但是你看4楼拢已经伫清烟啦。对。恁住5楼，安尼讲起来是真危险的嘿。即个烟敢若白烟尔，所以应该是也无讲足严重的啦所以我全紧转来厝诶，甲阮爸爸讲，甲阮妈妈讲即个楼骹我听对面讲迄个楼骹有着火所以咱上好是落去楼骹咱来1楼安尼较安全所以阮爸爸妈妈全讲无阮来换只衫咧啦即个阮过来穿一下迄个毛巾啦毛巾会当雾片安尼较袂去触着烟啦。其实这种错误的观念啦所以讲因就去准备啦就拖了一寡时间。我就叫因讲，恁若出来恁爱行即个救生梯爱行即个安全梯你爱行遐较会安全所以。小弟全听因安尼讲恁紧去准备我过来遐看卖咧结果我全去甲迄个安全梯全门拍开全要落4楼，去到4楼要往3楼，因为我要知影讲到底即个火灾是伫几楼嘛结果我行到4楼的时阵，要往3楼行的时阵，即个时阵哇！一片的乌烟全熊熊对顶头规个冲起来安尼啦迄个乌烟冲起来了后会使讲你伸手看，真正看无你的手伫倒位安尼伸手不见五指真的是对，伸手不见五指，拢完全看袂到你的手我表示迄个烟是足高的足高的，很浓的黑烟是所以讲我真正这世人头一遍体验到讲，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啦当然咱半暝中是安尼啦我头一遍是伫咧离世拄着即种的情形这时阵我心内开始紧张，因为即个乌烟闻起来足臭的个烟佫遐尼高啦我到底我是要紧走转去，还是我要紧走咧楼骹但是我佫毋知影讲到底是对几楼冲出来烟迄毋知火灾现场毋知是对。1楼冲出来，我反正走到3楼2楼，我反正就倒去安尼。是
啊，所以我一直咧踌躇要走落，也是要紧转去。但是我心内想讲，袂使，阮爸爸妈妈伊准备要出门安尼，我爱紧转去，甲因讲叫因莫出门。所以讲，我才紧对4楼，紧爬起来5楼，啊，然后才去到阮爸爸妈妈遐，才一直来试电铃安尼啦。哦，啊，结果哪会知影电铃安尼一试，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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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一直试啦，试差不多至少30-40个，拢无人来开门啦。啊，后来才知影。哦，我先讲后壁代志，后来是安怎？后来阮妈妈才甲讲，有啦，啊因都吼物件拢穿好，衫也穿好啊吼，啊迄毛巾拢穿好啊吼，有诶片仔啦吼，啊准备要出门啊啦，啊结果吼，即个大门才拍开尔吼，哇，一阵诶乌烟规个冲入来，伊怎紧门紧关起来？伊讲原来迄烟遐尼大啦，哦啊所以吼，规间厝拢全乌烟，所以因才走去阳台啊。哦，呼吸即个较新鲜的空气安尼啦。哦，所以因拢走，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拢走去阳台。嘿，啊，所以你试30-40个的电铃，伊拢无听到。其实有听到。哦，其实有听到。啊，我就伫遐试电铃，因为吼，我伫迄个遮高烟内面吼，其实嘛足危险的。哦，你若受罪，有可能哦，你会去昏去安尼。对啊。哦，所以我足紧张一直试啦。哦，啊，结果。我试伫一直试吼，啊因底遐，阮妈妈讲，伊敢若听到有人咧试电铃的声呢吼，啊伊跩过来要来开门安尼啦，吼，啊结果因为我伫遐试电铃试足久诶，拢无人来开门嘛，吼，啊我跩想讲，啊我身躯都有锁匙啊，阮兜咧隔壁啊，啊我来遮戆啦，我着来阮兜开门就好啊，吼，跩锁匙紧摕出来。我跩准备要开门，要转去厝诶安尼，吼啊，因为离时吼，阮太太去上班嘛，吼，伊咧教人插花，啊囡仔嘛拢去读册，所以厝诶拢无人，啊，所以我跩锁匙摕出来，啊，对于迄锁匙孔要来插入吼，要开门啦吼，但是吼无遐尼简单呢，因为吼我即个时阵已经需要超过5分钟诶。即个乌烟啊！哦，超过5分钟啊！5分钟啊！哦，啊，佫无分去哦，佫无分去呢。哦，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真正呢。系啊，足奇妙就是讲，我迄锁匙吼，要插入空，讲插袂入去啦。因为我的手已经一戳。一方面是紧张，一方面嘛是因为吸乌烟吸了5分钟啊。对，哦，啊，手戳甲安尼，真正要安那拄都拄袂入去，所以伫遐试。至少我知影，至少要敢若试要开门就有5分钟啊！哦啊，因为吼，阮妈妈讲伊有来开门，伊来开门，伊开的时阵，跩一阵乌云就入来啊嘛，伊就跩关起来。迄个时阵我拄好过你的厝诶，过我的厝遐咧开门啊！哦，安尼后来斗起来就是安尼。是。啊，结果真正无得开，安尼开几百步，我已经超过10分钟啊！哦。是，迄阵已经差不多11点40几分啊。哦，安尼是，所以会使讲我伫个即个正高的即个乌烟当中已经超过10分钟，对。所以啊，我想讲吼，咱一般的消防的常识吼，就是讲咱爱往顶，咱爱往下骹走，拢教人讲爱往下骹走，袂使往顶头走啊。所以我拢从来拢无想着讲爱跩走去顶头啊，是，所以我拢跩想讲啊好，啊无咱搁撞落来看卖，搁撞落4楼了，要落3楼，哇，这搁愈高，我直接唔敢落去，因为我惊随时会倒咧遐，我跩搁走转来，搁一摆要来开门安尼，啊搁开，真正拢袂开的，啊开到尾啊，我嘛输了足侪烟吼，迄时阵规身躯拢已经无力啦，我跩规个人跩趴咧阮兜的即个铁门顶头安尼，啊，我心内想讲，啊，可能主耶稣互我的年会，可能到遮就要结束啊啦，啊，我心内就想讲，啊，主耶稣，既然你无要互我开门，啊嘛，阮妈妈试电铃，伊嘛拢无听的，啊，若是安尼，我就将灵魂交伫你的手上安尼啦，啊，心内当然嘛咧思想家己的爸爸妈妈，啊，家己的太太甲囡仔，咧心内咧甲因咧道别安尼啦，啊，所以拍个遐，准备讲我随时会倒落，啊，主耶稣若要带我带转去我就随时会当转去安尼啦，啊，结果真奇妙嘿，所以你无倒落，无倒落呢，我跩拍个遐，毋知拍偌久嘿，啊，就伫遐等死啊嘛，
嘿，啊，结果雄雄我的头壳内面有一个声音甲我讲，嘿，讲三字啦，嘿，往上跑，哦，往上跑，嘿，哦，啊，这是违反很正常的，是啊，是啊，因为急救的迄个哦，咱一火灾般现场的消防急救咧教拢教讲袂使往顶头走啊，因为火焰走的速度比咱较紧啊。啊，我那一声音甲我讲往上跑，嘿，哦，哎，声音足清楚的呢，我心内就讲往上跑，啊好啊，啊无我就走看卖，既然拍个遮等嘛是咧等死，啊无我全去规去往上跑看卖，看当走去哩袂？是哦，啊因为咧5楼嘛，5楼走到6楼，6楼走到7楼，7楼爱搁走到7楼尾，所以等于爱爱走3楼。是，所以吼，我全安尼望着迄乌烟，啊望着壁安尼，豆豆望对楼梯安尼，一减一减安尼豆豆爬起哩，因为迄阵已经无啥物气力啦。哦，一减一减，啊我一直咧想讲吼，我毋知爬到倒一减我会拍落，啊就爬到6楼，哇！啊，搁一减一减爬到7楼，啊，一减爬到7楼尾，啊，全出去，行出去了，行差不多3、4步，我规个人全趴喺涂骹。啊，你行楼梯的时候，迄拢烟啊？拢烟。哦，结果我趴喺涂骹了，我翻头一看吼，迄2支楼梯吼，敢若2个烟囱啦。哦，敢若2个烟筒讲安尼直直呛烟就对啊。哦，拢呛乌烟出来，哇！我讲这真正够恐怖的。是。嘿，啊，所以我全趴喺涂骹遐，差不多穿插10分钟。哦。是穿10分钟，穿插10分钟，啊，我全爬起来，啊，全行去到较无烟的所在，因为风是对这边吹过，所以烟在迄边，啊，我全来徛伫这边安尼，徛伫上风处，对，较无烟的这个所在，嘿，哦，啊，结果经过了差不多1.5外钟，哦，迄个消防人员拢来啊，嘿嘿，哦啊，哦，7、8个消防人员安尼，对1楼、2楼、3楼、4楼，一直到7楼，顺到楼尾顶吼，是，哦啊。来问讲你有安怎无？我讲我头拄仔伫内底10外分钟呢。伊讲哪有可能？是，烟足大个呢，你哪有可能来伫内底10分钟？是啊，啊，叫人诶，连因拢毋相信过程是无可能。嘿，所以消防队伊毋相信啊。我讲无要紧啊，我事实是伫内底超过10分钟啦。是，伊讲。啊！你敢要爱去病院小检查者？伊看我都好好咧，啊！我想讲袂要紧啊，我若等刷了，我则家己起来检查好啦。哦，啊！结果伊讲吼，伫个即个过程中间有几啊户，拢想要开门要进去1楼，吼啊！敢若开门，敢若4楼有一户开门，触着迄个空气就去砸着，啊！砸甲安尼啊，扫甲挡袂牢，去病院送去病院去迄个吊大洞安尼，啊！伫3楼嘛一户，3楼就是迄个导火的隔壁嘛一户，伊嘛是已经乌烟足大，伊要紧开门要紧落楼骹，伊嘛是开门竖着一喙尔，就去互砸甲真正挡袂牢，啊！去互送去病院，所以迄边去互送去病院总共我会记得有6个，我有过去上网去查迄天的迄个。火灾的资料吼，伊拢抑个查会到资料咧。嘿，你讲技术讲即马阵啊上网络去查，佫查会到即个火灾的即个资料就对啊。对，吼是，吼安尼讲起来，这经历是还吼非常惊险吼。当我走去甲7楼尾吼啊，差不多拍落迄时阵吼，我头看到2个迄个烟囱的迄时阵吼，我有看手表啊，迄阵是11:47。哦，所以迄阵11:30的时阵就白烟啊，啊了后差不多我去第2摆去看的时阵，可能是11:30通分尔，哦，一直到11:47分，这中间我拢伫乌烟内面，哦，所以这是足奇妙的啊，所以我感觉真奇妙，就是讲神来要救我，其实会当足简单的啊。是啊，神是无所不能的啊。啊！我试电铃的时阵，阮妈妈若听到伊随来开门，我就入去，我就安全啊呢。是，嘿，啊，但是神却无互阮妈妈安尼随时来开。啊，敢若听到叮咚叮咚以后，敢若足久的较受着讲，敢若有人试电铃。啊，佮开门的时阵，我已经走去隔壁咧开我家己的门啊呢。是，哦，啊，而且神嘛无互我用。家己的即个家己开门互我顺利开门入去啊！我若是家己顺利开门入去，我事话一定讲好，我有够牛的我若毋是我遐巧，紧开门紧开入去无反正我就死伫楼梯的。
所以讲神拢无互即两件代志真做救我的一个方式。神是用一个伫我脑海内面啊，来向我讲话，叫我向顶头走。所以小弟的感受是感觉讲，神要互小弟真深刻的体验，是神救了我，毋是我家己的聪明来救了我安尼。感谢主，所以今日听了义中教会咱信义即事这美好的见证，互咱更加会当体会到，主耶稣是咱一生的这个倚靠，无论是咱伫平顺的时阵，或者是咱伫患难当中，主耶稣拢是真做咱上大的这个救主，伫迄个暗时后来囡仔拢倒来厝内，太太嘛倒来厝内。小弟就甲太太甲两个囡仔来讲到即个过程，即个过程讲完了后，我就讲，若是主耶稣来拯救今日恁爸爸已经无伫个啊！大家听到我咧讲即个过程了后，规家拢冇咧哭，大家规家拢冇咧哭，嘛拢做伙迄个祈祷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安尼，搁较奇妙就是讲，我后来有去即个乌来祈祷所去做即个见证。咱乌来祈祷所的教牧伊就是咧消防队咧做队长嘛结果我做即个见证落来的时阵，伊马上过来甲我讲啦，讲你这是新者，你知无？你这是新者，你知无？伊讲这是足大新者呢。伊讲伊救了偌侪人拢是拢伫黑烟内底竖一喙、两喙都拢昏去啊。伊讲你会当10多分钟在内底这真正是足大的奇迹啦。这是真正感谢主。所以对这个乌来祈祷所的这个教牧的这个口中讲出来咱更加会当知影，因为伊拢安尼出入这个火灾的现场无做歹受伤的这无数次是伊安尼听到即事的这个见证，更加会当证明讲这就是神的这个恩典啊。若无神的帮助，一般竖一两喙这个乌烟都拢昏去啊，都拢呛伤啊哪有可能安尼10多分钟伫这乌烟内面，可会当安尼为5楼爬起哩，甲7楼尾搁会当安尼家己意识搁做清楚的这讲起来是真无简单的。全家伙嘛安尼听了即事美好的这见证了，规家伙人摸咧哭迄实在是极大的这个感谢甲恩典啊，嘛互世世知影讲是主耶稣的这恩典所以伊的爸爸较搁会得了准无主耶稣爸爸就拢无得了所以咱俗语嘛安尼讲啦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时阵啥物时阵要互咱拄着一寡灾难，咱毋知影，但是感谢主，有主耶稣互咱做倚靠伫咱患难当中，咱向伊祈求，伊就咧垂听咱的祈祷好即马戏团就带领大家做伙来献上咱的祈祷，请咱做伙额头闭目，当心默祷，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今日互戏团会当来到台北的义中教会来采访信义即事，透过即事的这个见证，互阮搁再一摆体会到主你奇妙的这个带领甲安排。对即事的这个见证当中，互咱发觉到原来阮的一生拢有神美好的这个引带甲安排。伫做信仰的过程，原来主耶稣你要安排更较好的这个地点场所，要互义中教会，嘛透过即事的这个测验，甲即事的这个坚持，互会当体会到神美好的这个带领。本来3000万会当买到11楼、12楼160平的这个所在来聚会，但是却透过你美妙的这个带领。可能当买到3300万，会当有这个300平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空间，这拢是主耶稣你美好的这个带领甲安排。阮拢是你的一个器皿，我嘛知影这一切荣耀拢是你的，因为阮要将这一切荣耀来归乎你。
真正伫伊建成的过程当中，本来大家带着真快乐要出去旅游的心情，为厝内安尼要准备开车来出发，却因为主耶稣美好的这个安排甲这个提醒。所以，因伫迄个车阳顶的时阵，拄着救护车，互你会当知影讲这过这12字路口爱真细意。互因到后一个搁较大的路口的时阵，竟然因为顶一届的这个经验，会当安尼小停一下，所以免了一场足严重的这个车祸。这拢是主耶稣你美好的这个带领甲安排。那透过即事你见证5当前伫伊生命当中，一个真大的这个故事，对这个火灾的这个现场当中，竟然当10几分钟伫这个高的乌烟内面，无昏去，无受伤，无倒落去，却会当望主耶稣的这个拯救，拢实实在在，互我会当体会到主你的恩典的奇妙。恳求主，你来带领阮空中所有爱慕道理的这些朋友，互因会当来就近到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敲找你，来认捌到你这个独一的救主，更加互因伫生命当中会当体会到这个意外的这个平安，互你的这个恩典进入到因的生命当中。主啊，阮伫节目完成进前，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愿你来垂听。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直接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无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所赐予你，使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会。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